英出邊跟住走，仲係時時精準啊！後邊嘅馬啦，第6位就得意佳作啦。後啲嘅馬首飾悟空大展氣象啊，同埋紫荊歡呼啊，勝意向尾3啊，拍住係有財有勢，入正最後直路啦。前面仍然威風仲係佔先啊，佛亮老窩外邊追佢，埋邊上仲係建測群英啊，出邊追升價，外邊仲有2隻啊，時時精準大外檔係得意佳作，後多層啊嘛，仲係有財有勢，最後100零米時時精準外邊撻着咗，埋邊鬥緊仍然威風同埋建測群英，贏馬嗰筆係時時精準啊！跑第2名嘅馬呢，咁啊2隻喺入邊鬥嘅，仍然威風鬥緊建測群英。第4名係咪外邊得意佳作嘅機會大啲呢？就需要影相啊！結果呢隻時時精準真係要撻着㗎，田泰安一路耷低個頭騎，咁啊結果終點前將埋邊一隊趕過，仍然威風係咪第2嘅機會高過入邊建測群英呢？咁啊至於第4名嘅話，外邊10號嗰隻係得意佳作，中間藍衫有財有勢，再入邊仲有隻紫荊歡呼啊！今次12檔就唔係自己單騎領放啦，時時精準，翻嚟跑馬地都係贏馬嘅路程喺度再贏咯，仍然威風第2，建測群英第3。